金腰帶到垃圾桶咧？不如導演解答。嗰個唔放個火，因為嗰個係幻想嚟㗎。首先，即係其實我主要都係揾一個形式去呈現佢拼到盡嗰個畫面啦。咁我覺得火呢樣嘢同三郎好啱好夾，咁所以咁樣嘅手法。咁佢嗰條腰帶抌落去係因為嗰個腰帶喺個戲劇裡面嘅，即係嗰個點講啊？個道理就係其實係屬於細貓㗎嘛 ，David 㗎嘛，冇意義㗎嘛，佢爭取緊重賽啫。咁所以呢一個結果係假嘅，即係要重新再嚟過。咁佢最尾就係佢嘅拼，佢贏翻一個重賽，為仔贏翻一個重賽機會咯。所以就咁樣去處理啦。同埋嗰個火機嗰度咧，嗰一下補充少少，就係即係嗰一下，我諗信大家都明嘅啦。即係我決定去做呢件事係可以係即係叫攬住一齊死㗎嘛。咁如果我真係一點個火機，咁就大家都，如果佢又即係唔縮嘅話，咁就大家都拜拜㗎啦嚇。咁即係我諗喺呢一個節奏上、電影畫面上面，一定要有一個想法，即係三郎嘅世界裏邊，嚇佢個腦啦，即係所謂，就係咁樣。同埋係浴火重生啊！即係嗰個感覺上係舊嘅三郎過去，新嘅出現。佢嗰邊攞嗰條腰帶係燒窿晒嘅，新嘅拼命三郎嘅誕生嘅時候係孭住條新嘅金腰帶。即係呢個都係一啲即係我喺導演方面嗰個處理嘅諗法。所以如果口碑好啲，再幫我哋傳出去咧，咁啊石頭就有機會重賽㗎啦。下一步係咪大家都想睇啊？